讲到这南北两党合作，甲这宪法诉讼法修法通过，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日就表示，这宪法诉讼法修正案是立法权过司法，危害着国家宪政特殊，决议要提出着这复议案。但总统许可了后呢，会依请立法院来复议。总统府下晡就表示，总统热情地已经许可啊，也希望这条约有共识。立法院爱伫咧15天内做出决议，不过这在野党也呛声讲，这复议案伫立法院绝对袂通过。南北5年联手通过宪法诉讼法的修法，引起朝野对立。行政院长杜永泰七日主持行政议会，宣布提出复议案，并且总统许可了后，依请立法院复议。杜永泰表示，宪诉法修正案用立法伫司法定权，用无合理的限制对宪法法庭运作造成实质影响，危害宪政秩序。总统府真紧的回应，总统热情地认为修正案有高度宪政证据，已经许可行政院向立法院提起复议，希望朝野沟通协商有共识。本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，有责任捍卫宪政秩序，并守护人民的基本权利。针对宪诉法的修正案，有多一寡卡牌实施的理由，行政列出3大问题：有修法妨碍宪法法庭运作，破坏宪政秩序，影响权力救济。它妨碍宪法法庭的运作，门槛过高，缺乏弹性，恐怕会瘫痪掉宪法法庭。以现在宪法法庭只有8人，其实事实上至少在目前就是瘫痪的状况。林明天表示，宪法法庭2023年底收5681件释宪申請案，其中高達99.7%攏是人民身份申請。這擺修法欠缺過渡條款，強加予憲法法庭未叮當，影響上濟就是民眾救濟權益。憲訴法的復議案送到立法院了後，會在15日之內做出決議。在野立委攏批評政府拖延法案施行。民眾黨張啟楷是表示，復議案立法院未通過。民进党是当家还天天闹事，最后付出的代价却是高昂的社会成本，还有国家的团结。复议案现在到立法院也过不了，为什么要提呢？你的当务之急不是提复议案，你是赶快提出符合人民会帮你鼓掌的大法官。复议案是再一次审视恶法的机会，在这个努力的过程，不管行政团队，不管民进党立院党团，我们都会努力到最后1分钟。行政院顶一摆提出复议是针对去年修法通过国会职权修法，予南北联手覆决，最后由宪法法庭做出部分违宪的判决。在这摆宪诉法的复议案，那予南北封杀一步是毋是走向申请释宪？行政院表示，这还个建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